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布拉，今麦要来甲大家分享10月23号精彩有三九的版路来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来，咱即摆要开始今仔日的第一版，咱即版的版头呢是38来开第第5支，所以咱要对9月5号才来看。版头38吹到了，咱刷来先来甲伊顶一支的第二支07，来甲考起来。咱的07要来甲合数23，所以23来减掉7就是16。16会要来第版头的下4支来开2支4支16一只，来一只个继续来看到9月8号版头38，同款来开第5支，所以咱版头吹到，先来甲伊顶一支的第2支一数来甲考起来，咱的意思要来甲合数23嘛吼，所以23来减掉14就是09，09会要来第版头的下4支来开2支4支09一只。来，咱一只过来看到，伫9月17号，版头38，小翔来开第5支，所以咱先来甲伊顶一支的第2支09考起来。咱的09要来甲合数23，所以23来减掉9就是一数，一数会要来伫版头的下4支来开2支4支一数一只。刷落来要搁继续来看，伫10月18号，版头38。又过来开第5支，所以咱先来甲伊顶一支的第2支21考起来。咱的21要来甲合数23，所以23来减掉21就是02，02会要来伫版头的下4支来开2支4支02。这下就是咱10月23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5支。咱继续过来看后一版，咱一版的版头呢是。02来开伫第1支，所以咱要对9月19号再来看版头02吹到了，咱刷来先来甲伊当期的第5支31来甲考起来。咱的31要来甲合数53，所以53来减掉31就是22，22会要来伫版头的下4支来开2支4支22只。来，咱再来看到。9月25号版头02小翔，再来开第1支，所以先来甲伊当期的第5支32来甲考起来。咱的32要来甲合数53，所以53来减掉32就是21，21要来伫版头的下4支来开2支4支，有无？21一只。来，咱搁继续要来看10月9号版头02小翔来开第1支。所以咱先来甲伊当期的第5支29考起来。咱的29要来甲合数53，所以53来减掉29就是24，24会要来伫版头的下4支来开2支4支，来24一只。刷落来，再来看到10月18号，版头02小翔来开伫第1支，所以咱先来甲伊当期的第5支38考起来。咱的38要来甲合数53。所以53来减掉38就是15，15会要来伫版头的下4支来开2支4支15。这下就是咱10月23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5支。咱刷落来要搁继续来看后一版。咱一版的版头呢是3数来开伫第5支，所以咱要对9月26号再来看版头3数吹到了，咱先来吹到版头顶4支的第1支。2支4支，顶4支的第1支07，07吹到，要来甲合数32，所以咱32来减掉7就是25，25会要来伫版头的下5支来开2支4支5支，来25一只。来，咱搁继续来看，伫10月7号版头3数小翔再来开第5支，所以咱先来吹到版头顶4支的第1支2支4支，顶4支的第1支10，咱的10。要来甲合数32，所以32来减掉10就是22，22会要来伫版头的下5支来开2支4支5支，来22一只。来，咱一只顺线再来看10月11号版头3数，同款再来开第5支，所以咱要先来找到版头顶4支的第1支2支4支，顶4支的第1支01，咱的01要来甲合数32，所以32来减掉这就是31，31会要来伫版头的下5支来开2支4支5支，来31一只。来，咱刷落来要搁继续来看到10月17号版头3数小翔再来开伫
第五支，所以咱先来找到班头顶4支的第一支、2支、4支，顶4支的第一支空白，咱的空白要来个合数32，所以32来减掉8就是20，20的要来伫班头的下5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5支，20，哇，这就是咱10月23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5支，咱继续再来看后一版。咱一班的班头呢是39来开，所以咱要对9月24号再来看班头39来找到了。咱先来找到伊下3支的第一支、1支、2支、3支，伊下3支的第一支是03，咱的03要来甲加上33，所以3来加33是毋是就36？36个要来伫班头的下7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，来36只。来，咱佮继续来看10月2号，班头39小强佮来开，所以咱先来找到伊下3支的第一支、1支、2支、3支，下3支的第一支03，咱的03要来甲加上33，所以3来加33就是36，36个要来伫班头的下7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，来36只。一只佮来看到10月8号，班头39。小强一只来开，所以先来找到伊下3支的第一支、1支、2支、3支，下3支的第一支空数，咱的空数要来甲加上33，所以4来加33就是37，37个要来伫班头的下7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，来37只。刷落来，再来看10月15号，班头39，共款个一只来开，所以先来找到伊下3支的第一支。1支、2支、3支，下3支的第一支是02，咱的02要来甲加上33，所以2来加33就是35，35个要来伫班头的下7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，35，哇，这就是咱10月23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5支。咱刷来继续再来看后一版，咱一版呢是3支到1支的班咯，班头是23来开伫第4支，所以咱要对8月25号再来看班头23来找到了。咱刷来要先来找到班头的当期的第5支26，我先来甲考起来，还佫有顶2支的第3支参班头顶3支的开奖日期，1支、2支顶2支的第3支是21，我顶3支的开奖日期是21号，所以是2支21啦吼，也就是21甲26这2支也要来伫班头的下3支，我2支也开1支，1支、2支、3支，21，是毋是21甲26？我来开着21，2支来开1支。来继续再来看到，伫个8月28号，班头23小强再来开伫个第4支，所以咱的班头找到了，先来甲伊当期的第5支29考起来，顶2支的第3支，1支、2支24。我顶3支的开奖日期是25号，所以就是24、25甲29这3支也要来伫班头的下3支，3支会开1支、1支、2支、3支，24参29，是毋是24、25甲29来开着24甲29啦吼，3支来开2支，来咱要搁来看9月2号只班头23小强，搁来开伫第4支，所以先来甲伊当期的第5支25考起来。顶2支第3支1支、2支07，还佫有顶3支的开奖日期是29号，所以就是07、25甲29这3支也要来伫班头的下3支，3支会开1支、1支、2支、3支，07、29，是毋是07、25甲29来开着07甲29啦吼，3支来开2支。来，咱要搁继续来看到，伫个9月18号班头23，共款搁来开伫第4支。所以班头找到，先来甲伊当期的第5支33考起来，顶2支的第3支1支、2支19，顶3支的开奖日期是15号，所以就是15、19甲33这3支也要来伫班头的下3支，3支会开1支、1支、2支、3支，来33、15、19、33，伊是毋是来开着33，3支来开1支啦吼。来，咱刷落来要搁继续来看到。伫个10月20号，班头23共款过来开伫个第4支，所以咱先来甲伊当期的第5支27考起来，
顶2期、第3期、1期、2期、3日，顶3期的开奖日期是16号。所以就是1627甲3日这3期会要来伫个板头的下3期，3期会开1期、1期、2期、3期，1627，还佫有3日，所以1627甲3日，也就是咱10月23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3期到1期的版咯。来，咱要佫继续来看后一版。咱这版的版头呢是开奖日期的16号，所以咱是要对6月16号才来看。咱的版头16号来找到了，咱刷落来要先来找到版头的顶5期的第5期，还有顶6期的第2期，参版头顶7期的第3期。咱先来找版头顶5期的第5期、2期、4期、5期、38。顶6期的第2期是20，也有顶7期的第3期是22。所以就是20、22甲38这3期，会要来伫个版头的下6期，3期会开1期、2期、4期、6期、22、38，是毋是20、22甲38这3期来开到22甲38啦？3期来开2期。来，咱佫继续来看7月，版头相像是开奖日期的16号，所以咱先要找到版头顶5期的第5期、2期、4期、5期、36。顶6期的第2期是18，还佫有顶7期的第3期是24，所以就是18、24甲36这3期会要来伫个版头的下6期，3期会开1期、2期、4期、6期。歹势哈，是18、36有无？18、24甲36嘛是毋是来开到18甲36，3期来开2期。来，咱要佫来看8月，版头同款是开奖日期的16号。所以版头找到了，先要找到伊顶5期的第5期、2期、4期、5期、28。顶6期的第2期是09，还佫有顶7期的第3期是27。所以就是09、27甲28这3期会要来伫个版头的下6期，3期会开1期、2期、4期、6期、27。09、27、28，来开到27啦3期来开1期。来，咱要佫来看9月，版头相像是开奖日期的16号，所以咱先要找到版头顶5期的第5期、2期、4期、5期、39。顶6期的第2期是20，还佫有顶7期的第3期20，所以是2期20啦也就是20甲39这2期会要来伫个版头的下6期，2期会开1期、2期、4期、6期、20甲39来开到20，2期来开1期。来，咱刷落来，再来看10月。版头相像是开奖日期的16号，所以咱版头找到了，先来找到伊顶5期的第5期、2期、4期、5期、36。顶6期的第2期是04，也有顶7期的第3期是26。所以就是04、26甲36这3期会要来伫个版头的下6期，3期会开1期、2期、4期、6期。04、26，还佫有36，所以04、26甲36，也就是咱10月23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3期到1期的版路。咱今仔日版路的分享就到这为止。你若是感觉我的版路袂歹，麻烦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、顺续订阅阿布拉，阿布拉只感谢咱各位好朋友。